林建岳嘅母親余珠寶係個商界女強人，佢一直係丈夫事業嘅好幫手。雖然佢嘅起點好低，結婚前只係一個製衣工，論家世比唔上原配嘅書香門第；論長相，佢肯定不如後面嘅三房四房；論年輕，佢肯定都不如後面嘅三房四房咁後生。但佢成為咗最後嘅贏家。賭王何鴻燊嘅家產內鬥就係二房同四房取勝。二房係因為長女何超瓊老早就被賭王當做接班人嚟培養，四房就係恃住年輕貌美更能打動賭王嘅心。呢個都充分證明咗豪門內部嘅宮鬥係一項長久嘅事業，有陣時需要捱40-50年先可以見分曉。三仔係三太太生㗎，三太太結婚前係母女，文化程度唔高。三太太仲有一個女叫林明珠，佢充分遺傳咗自己母親空手套白王嘅優點。呢個林明珠大學學嘅係藝術，但係佢個膽好大，佢用父親林伯恩嘅名義，喺林伯恩不知情嘅情況下，向銀行貸咗10億，喺上海建咗一棟頂級公寓之大廈。呢棟大廈以藝術嘅名義建造，內裏奢華程度令人瞠目結舌，都嚴重超支。林伯恩後來將個女告上法庭，追討呢10億。此後佢對三房都徹底失望啦。林偉君呢個最細嘅仔都受到牽連，佢此後都不受父親嘅待見。一啲公開場合，林偉君好少出現，連林伯恩去世嘅時候，訃告裏面都冇呢個細仔嘅名。好多豪門掌門人去世之後，即使係在外生嘅私生子，一直唔被家族承認身份嘅，都會喺親生父親去世嘅時候嚟參加葬禮。林伯恩離世後，長房賴元芳同埋二房余寶珠一齊發布聲明，將三房同四房以及其子女全部除名。呢個喺香港引起咗震動。豪門嘅宮鬥史從來都係雖然不見刀光劍影，但絕對非常考驗人嘅耐心同埋智慧。用鬥智鬥勇嚟形容一啲都唔過分。四房只係生咗一個女，估計唔願再生，所以攞到分手費遠走高飛，另外嫁人。三房有一個仔，無奈年齡最細，冇咩優勢，再加上三房嘅女同父親反目，導致呢一房嘅人備受冷落。二房太太雖然係製衣女工出身，但不甘喺幕後，通過自己嘅努力成為商界女超人。喺佢嘅帶領下，麗新製衣發展壯大，為家業貢獻咗唔少利潤。大房太太出自書香世家，有文化，無奈個仔太風流，不求上進，沉迷於溫柔鄉，導致失去咗繼承人嘅身份。二房太太論家世比唔上大太太，論年齡美色比唔上三房四房，但係最後佢成為咗最後嘅贏家，個仔都受益，獨自掌管林伯恩留低嘅8億家產。一個人嘅成功從來都唔係單打獨鬥㗎，二房太太同個仔一同齊心協力先取得最後嘅勝利。但林伯恩將家業獨留俾二房，其實對大房長子、三房子女有啲唔公平。都係賭王開明，個女有能力都可以掌管家業。總之，豪門睇起身風光無限，其實內部非常複雜。